平啊，鬼无做，人讲无做，伊敢做。特别若是新的事，你看伊心啊真正香。第三项啊，做人会好啥物啊？会趁受一个八戒、十戒，甲会趁做和尚。这个就是啥物啊？伊人会修这个第三戒，阿布拉玛扎利亚，你人修八戒，阿布拉玛扎利亚、维拉玛尼、西卡、巴当、萨玛利亚咪，我无当着查某。你出世之天顶，你未趁受这个八戒。你所以你人来受八戒的人啊，我恭喜你人受在在，你唔通知这边啲受了啊！我husband安怎唔知啦？我来受戒，唔知去找别个查某无啦下面啦。你唔是受戒无清气啦，特别你受清气啊！这阿布拉玛扎利亚是真正好，阿布拉玛扎利亚是。查甫咪当着查甫，查某咪当着查甫。有影啥惊物件？这是修行的戒，修行的戒。你若是修这个戒在，或者你若是演做查某，逐个咧出是要做尼姑，你咧做尼姑就呼的点声，要来成大尼姑，拢总跳出可爱。你若是演做查甫，你爱出是做和尚，你跳出可爱。所以阿布拉玛查利亚是人呢才会做。人讲未做，所以这边你看了，过一点我会了，安怎做？要不要紧啊？我妈在个后个礼拜我刷落来人春淡薄呢，然后落来我要讲个四大金刚，四大金刚你看海灵王、蛟精 ，and then 你看这药卡这咩？这个四大金刚的较久，了人做光头，有的叫红光做虾米？这人来听看，有的红光，正有的是红光，有的是鬼，有的是布马的，有。所以到这边为止啊，后个礼拜咱个刷咯，所以回向。有报喜有报喜，这个顶礼拜我讲做人的事，未了我就刷落去。会记我顶礼拜我讲，这苏眉山大伫东岸，了东南西北有四个住户，四个地球，正人大。特别这个四个地球的人。基本是像个咱有头壳，有两只脚，两只手，拢总甲了是啥只是人，特别伊个物件个甲了较无像。咱的祖父这边是叫占卜的巴的人啊，伊会修是将几那百千年。该他那就是安尼人直做直恶，他那人的会修，咱这边的人的会修，直对命，他那是差不多75岁呢。或者那是人的主妇的会修这长的点啥，人真正来咯，袂晓骗话，袂晓偷摕。袂晓弯巧，无酒无啉无虾米，甲了真正好。人厝毋使锁，虾米物件本无人摕。了你讲话，句是实的，所以人的会寿是真正长。伊叫讲一个清洁的会寿安尼长。特别伫失败的点声，3摆人的会寿会变剩10岁呢，他顶路人听看。所以这个是占卜的巴，是咱的人会受无听到，咱的会受直直看，咱人直直变好也会受直直长，变恶也会受直直短。特别咱知讲他那是变恶，嗰一个主妇啊是叫做不巴维德哈，上边人的会受听到是700年，上边的人不是像。一个头壳，两只脚，两只手相，特别人的目视个了较无像。嗰一个阿巴拉戈亚那，上边会寿大概是500年。了大啲北边为嗰一个所主妇叫做乌达拉古鲁，伊个人的会寿听到7000年。
安忽有啲世間嘅點聲，有一個查某大啲險病，因為故事伊做好甲一個查甫，咧一個查甫今日忽大啲這世間嘅點聲，伊要來成羅漢，伊來做大富王。伊做大富王，即個查某去出世啲有達了咕嚕，演有結了，翁公就去帶即個查某來帶甲伊啲即個祖父。確定我只講互人聽，你看伊安怎樣？看我講互你聽即個伊個故事。頂個佛一個是做98佛，佛教是人嘅歲壽20,000年，因為佛經啦，逐個講啊，做人是苦。命是無永遠啊！萬一久若幾年爾就了。所以無啥物人愛聽經，特別迄個人啊，你看伊會做安尼款嘅特別，伊買着一個寶石，用牛年底了，伊起一個暗，了伊壓一個寶石佇塗骹，了就拍落拍過，講互人聽。來聽經，最最那是來聽經，塗骹個寶石通來落斷，所以大人因為貪來聽經，特別有誒聽經了，有誒趁着1個、2個、3個，伊人無愛摕即個物件啦，伊人看破世間誒物件是啥講足用爾，伊人看無上，即啦袂趁誒大筆啦，筆斷個了。做佛教嘅點聲，伊去做安尼，有一個查某分啲斗骹手，伊去撞啦、斗叫啦，人來聽經，人來蝦米，伊佇買寶石嘅時，伊分斗出，所以即個查某因為伊嘅家真正嚴，真正好，伊去出世佇即個有達拉咕嚕，要歲壽1000年。and then 即邊你看即個人今日來出世，咱嘅即薩迦曼嘅佛嘅點聲，伊來出世大富王，伊伊阿爸講下，你9月歲聲了，你起一間厝，因為故時伊起暗，伊加爺嘅只寶石佇塗骹，伊要起厝嘅時，天公來做這厝。真過老人捌聽嘅故事，買來你看伊嘅厝，攏總甲了是寶石塗骹，甲了啥連啲白啲安尼水，三擺同音樂知講安怎一個點無點一間厝安尼特別嘅。然後逐日水8,000人去看，要看即間厝，不叫佛嘅點聲個有啲安尼樣啊。and then 會記無咧王，賓比沙拉王伊就想講，哇！我嘅國家有一個人安尼大才氣，有了一個翁公來起一間厝互伊看，了要去看，無通看，安尼人濟，了買來就講互伊爹聽講，我你囝嘅厝安尼，我直接要去 ，and then。伊個囝就去，伊阿爸就去甲伊個囝講，王要來，然後佢自己伊特別互王來，然後別人袂使來。王去，伊帶伊個囝，阿只當沙都亂會記，伊帶伊個囝去嘅時，看，哎喲，安尼金當當規間厝，三擺王應該就要行頭，王毋敢行，有哪行，哎喲，安尼哦毋敢踏，你講王行來直直行，尾來毋敢行，你即個人就。伊命就啲家就看你王，你人行頭前咧直直行，看，哎呀，規間厝金當當，then 食了嘅時啊，伊人有一個隔離，伊啱咩啦？即個查某就要來大啲即間厝嘅時，翁公帶伊隻查某來，即查某摘1公米，1木斤嘅米，加3塊寶石，即個1木斤嘅米啊。煮了倒落去煮了，伊個目鏡個甜到對伊個米袂了嘅，所以若是要請幾千人、幾十千人，1公米就夠了，一個目鏡米就夠。然攏總伊煮嘅時，伊洗嘅米好時，伊下啲咧寶石家己倒了萬一久若變色，伊寶石家己花，就 automatic 來就 rice cooker 你是3公米就是3公米，即個無你下咗這塔頂你袂個倒起來你變，塔頂你個下米個落去伊個來咯，所以安尼即個查某會福氣炸來，對啲打落來伊有趁即個寶石，對即個伊就保持，你無咗久呢，看2000幾年啦，有即個款嘅物件，and then
จับป้าแล้วอ๋องมือเจเลยจดเจมือเจเลยหกอย่างหลังก็ลูกบ่บ่ไหมก็อ๋องว่าบ่ตัวที่ปังเก่งอ๋องไว้รู้ลายสีอิ่มใจอีจำตัวที่ปังเก่งเลยว่าบ่อีสิติเปียดหลังอิ่มบัดขวาเดียวโค้ยเรื่องจำอยู่เต็งโค้ย open fire อิ่มบัดขวาเดียวแล้วจิตเท้าคุณโบอันนี้ตัวที่เฉลยปังเก่งร้านสาวก็ไอ้สายก็ติดเกะไอ้คนรุ่มแต่พี่เจ้าก็ไม่ใช่ไอ้คนรุ่มอีลาบินสิโปรเจาะที่โจยกุยหอยขวาโซ่เฉลยจับว่าตัวที่ทำเป็นโซ่เวลาใจก็อ๋องก็ไม่ขวาไอ้บ่อเนี่ยอีโจจิบขี้ปังเก่งก็ให้บ่อแทนก็ไอ้อ๋องไรรู้จักขี้ขวาอะไรขี้เลยเมากับอีแล้วก็ห้ามีสิอ๋องก็อ๋องตัวสีอ๋องละตัวที่จูหุ่ยเตะกวนละก็ปะหลังคัดกวนกุยล้านคัดตัวกุยล้านข้าวหกอยากกุยล้านอันนี้กูสีล้านโจของเด็กขี้กะดำโปล้านก็ไปท่านโจnumber one ในหกอยากที่ใจสิ number one ในหกอยาก so โจขี้ก็แล้วว่าในขี้โจตัวที่อ๋องว่าเป็นยอดโจลูกยางสีเย็ดอ๋อง so อีกขี้จะอ๋องขวาตัวใจจริงจังสุยอันนี้อีหลังโบพักจิตโบหามีจริงจังสุยอันนี้อุณาเย็ดอุณาอยากจะเลยสิ่งอุณาเย็ดอ๋องอุณาเย็ดอุณาเหล่าบักอยู่อุณาเย็ดอุณาเบาอยู่แล้วอ๋องขวาถ้าไม่สู้จะเลยจับว่าจำเข้าแล้วมือเลยหกอย่างหลังโจติกาถ้าไม่สู้เลยบ่จำเข้าลูกโคขุนเลยบ่เราไม่ใช่เกียร์เลยชูว่าใจกันแล้วลองจ้องโปเจียวโปหามีว่าหลังโบว่าสีว่าตัวว่าอ๋องจังว่าโบทำหลังไอ้แก่ห้อยสิจะเลยแก่ห้อยสิรู้เอ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หกโจติกาก้องอ๋องไม่ว่าบ่ไม่สิก้องเฮาอันนี้สู้ว่าบ่อีเบกินจะเลยลูกอ๋องลูกบ่จะพังจุยสีสังกาแอลกอฮอล์จะจิ้วโจอยู่จะสปิริตอีเบคัมบีอีหลังไอ้จะเลยไอ้บาจิเนี่ยอยู่จะเลยมีแก่สิ่งไอ้บาจิ้วแล้วหลังบ่พังจุยกันแล้วสิอุจแอลกอฮอล์อุจเลยจะสปิริตอันนี้อีหลังทำเป็นกันแล้วลองจ้องสิจ้าหอยอยู่มีแก่กันแล้วโซ่อีกองไม่สิso after เวลาลูกขวาแล้วองชวาเอกย่าแล้วเอกย่าเสหันเนี่ยนะอย่าปาที่คันนี้ไหนก็ว่าปาโจองตัวที่ปังในชูองจงสิปังเองถึงไทยว่านาสิโจองว่าปาไหนสิแล้วว่าโจองว่าไปจิกกินชูว่าไปเทที่ไหนก็ไปโจองจงแล้วอีกกี่วันอีเดี๋ยวอย่าปากวายโกกับเวลาอย่าปาซีจะปาซีแล้วจะเท่าที่หังยาปาซีนะไอ้เวลาเช่าองเจนไอ้เวลาเช่าที่เก่งชูละแล้วจูปิงแบขีไอ้ปิงแบขีไปยิบที่เก่งชูเนี่ยลูกขวายักษ์ข้าอังกงกอยังที่เสียเนี่ยปิงแบเจ้าก็แล้วเสียลีกองตันเนี่ยพลูลงจ้องเจ้าก็แล้วไม่กล้าว่ากี่เราจะอังตัวอันจะแก่นเสียวพระสูตัวเจ้าขี้เจตวันอัมกินแฮมปิงเจ้าขี้อัมปิงแล้วขวาจะตัวเลยหกอย่างหลังกางหุดที่กองว่าจะลูกขวาจะหกอย่างหลังจะขวาอีขวาจะเลยหกอย่างหลังตัวที่ทำเป็นน่ะอีแม่เลยหกอย่างหลังรู้จะเลยสิว่า subject อะไรสิว่าหลังอะไรการที่รู้จะเจ้าชาเป็นแม่คุกขับเบ่งก็ว่าเป็นแม่ว่าโจอ๋องเนี่ยเป็นแม่เป็นยาเลยเป็นแม่ก็อ๋องว่าถ้าลูกเป็นแม่ว่าหลังขี่เลยชูแล้วเลยเป็นขวาจิตยังว่าเป็นกันแล้วเจ้ากันแล้วก็อ๋องว่าชูโบเป็นแม่จะเรียกว่าชูตัวสิอันนี้จริงฮะกูว่าปอสีกับดิบเปียโบราณไอ้โจการที่ลูกขวาอังกงมันก่อว่าชูโซ่อีกองรู้ไปคิดว่าชูโจฮาไม่อ๋องว่าบ่อยเลยชูเลยโจองจงเลยที่จะเป็นอันนี้ลูกขวาอีกองอ๋องไว้ลุ่มทางเสียวไปเทไว้ชูว่าจริงฮะกูว่าปอสีแล้วว่าแห่จะเลยกูจะโทแล้วบูดาอุกาว่าอันจะโจจิตเจ้าแข็งซึ่งว่ามิกยาโบราณไอเทนาสิว่าหวายกรรมวันหอจะไอ้ก็อ๋องลูกขวาว่าจะเป็นหัวจับจีใจจับเป็นชิวจีถ้าลูกใครขวาลักเทว่าจะชิวจีโซลูกอ๋องติดแปะก็สีเท่าแรงแกเลยอ๋องเขาจะสิบาลูกจะจีจับกุยเหยอันนั้นติดแปะเบกี้จับจีใจชิวจีแปะเบกี้ก็อ๋องลูกขวาจะได้ชิวจีว่าเกี่ยวลูกเทเบกี้ถ้าเราว่าหวายซิมไปหอลูกฉุนชิวเลยไอ้ก็ว่าหวายซิมหอเพราะลูกกีจับกียาดีชิวจีกันแล้วกากิลุชเลยกาเราที่ออกในชิวจี
然一看，哎呀，安尼样大啲世间，下面我有了这个厝，你看，王本要来伫抢，所以讲王喂，我要来出家啦，我卖做人，我要出家做和尚。就这个阿只萨都王就讲，好，你去做王，你去做和尚，啊，你欠用虾米甲我讲？意思是讲啊，你去做和尚，了你厝是我卖了要做王将。这边王印尼佛春秋，去比古，噗，头毛绿，伊穿嘅衫，甲了变假丝，因为古时伊波斯嘅时，假丝伊波斯真正多，因为伊有波斯假丝呐，伊趁做和尚。用这个叫做去比古嘅咩？去比古呢，伊衫裤家己变，八来八项嘅物件，拢总有伫边啊了。and then 这边往走对路要去找，要去大嘅厝，无了，天公收到对这个厝了。就一人嘅机会，所以你要看，这个佛嘅点声，本有了安尼款嘅咧，有大陆古类查某来，也是水无相。所以顶礼拜我有讲啊，咱这边占卜的巴的人啊，三项较赢过红光，也是较赢过乌达拉古鲁的人。乌达拉古鲁的人讲，伊会受1000年。对三项虾米啊？这边的人真正猛，真正敢做。若是要做的时，若决定心嘛，有影伊敢做这个物件。所以正合顶礼拜我有讲人。伊若是要做好啊，伊会做好，三百红光唔敢做，伊敢做。你看啥呢？人若是要保死的时，虾米物件本敢保死啊？有时正好古只查某囡仔要保死啊，无镭也加刀加头毛，你叫神女加头毛，伊人唔敢加。啊，类似啊啦，无头毛都无水，都卖。特别你看，有个人伊保死虾米啊？啥？伊去做菩萨的时，不达去做菩萨的时。上古本好老好啲土，老好啲要加惊，伊跳落去，然后伊做1000斤，正久我捌讲这边5日，我讲5地，你听啊，伊要保死的时，个一粒后生，个一粒走啊，个一粒某，人来讨这个三项，伊一下伊就好。过一回伊做王，人讨目睭，伊过热目睭互人，所以这个红光未做，了你人做。你人这边人佛教这 BBA 人，你人逐过一礼拜啊，一个日一道来收八戒，你再无八戒，红光阮未收，你人来会收啊，做开顺收，你人会叫你加做红光唔加做，你虾米说红光未收八戒，5戒会使，八戒虾米时候未使动着大波红光未使动着神女。仙女未使动大步，了路人若是收，特别要收这个戒，大啲啱会较好，所以来这边佛教社人收着。那大啲厝有当时，人做查甫等大步顺话来，阿妈哦，就落去了，你看伊万家甲你抱伊，你破你戒，你动着 opposite sex 咧，因为禽兽啊，人本无爱动这物件，所以真正顶保持无相。受戒，伊人敢受戒，你看伊做菩萨，你点声？甘愿死，莫互戒破，伊人唔敢做。坐禅，你看，伊伫做菩萨的时，伊坐禅的时，伊坐落去，安怎讲啊？互我血打，互我肉打，我无起来，按照我成功。安尼款的愿，伊敢下。做人，特别做恶本是这个人们这三项病，伊敢做，鬼唔敢做，人敢做。按照鬼个唔敢做，敢抬白无？你看鬼个鬼，若是做无鬼，你看人去规顿，阿妈本看迄个卖鬼阿爸的鬼看咧鬼囝安尼规顿，咱咧囝嗰啲讨食是阿妈喂不到腰，阿妈喂不到腰。你看still做鬼人嗰啲有钱甲阿妈甲阿爸，咧阿爸啲少人，特别人若是啲气象的点声，毒药唔敢互阿妈食。毒药本甲互阿爸食，阿爸甲阿妈死了，家伙我来了，我要大呼你，所以人就是讲啊，真正上。落来我讲他啦，有大拉古鲁的人啊，相边命呢要会受1000年，伊相边，伊人有，咱是讲咱这边的人，咱学路真正好，特别相边的人甲红光，伊人。
这个那乌达罗古鲁的人，伊人啊，较赢过这个人，这边的人也是甲天顶的人讲，第三项就甲乌达罗古鲁的人啊，伊人看到金甲银，像个看到土安尼。伊人无讲小甲金甲银，我想睇啊，这边我那是压一元当的金盾了咯。啪！掂落去，我想达人无坐落啊，拢种沙头声啦。达人烧甲金甲银啊，特别向边啊，有达拉古鲁无人烧甲金甲银 ，gold and silver they do not regard as their own。and 这个路问我唔知，特别我想啥物，因为伊讲啊，伊人住伫迄个北边的位，伊这个苏眉山，伊是金的色，了下去向边。向边个咧看到金的物件，所以看到金啥讲阮，咱这边叫做南边，伊个苏眉山，伊是 emerald 啥一个宝石青色的，所以咱这边你看四面你看，甲了青青啦，若是你看这大海珠，你看本是有青，甲了青较济，所以若是讲青，伊人咱看啊平常，特别向边青人看，啊落安尼水的色。了，嗰一个所在，伊人是看到虾米啊？看到个了是银色呐 ，silvery。了有诶，嗰一边是 crystal， 伊人看，所以一人一位，一人就无相，伊人咱一人诶肉个无相。所以头一项，伊人金银，伊人向边啊，伊人无讲真正兴趣甲即个物件。伫即边啊，伊人有达拉古鲁诶人较知，咱即边诶人少甲金甲银。第二项，伊人的岁数定着1000年，咱做人啊，袂讲定着虾米点声，有诶人囡仔本来死遐边，伊人甲了遐边较济，会大甲1000年。第三项，伊人啊，达人无破5界，伊来出世伫乌达拉古鲁诶人啊，伊毋使念这5界，伊人主动有即个5界，伊人有了即个5界。伊人后世100%是出自天顶，了天顶的人要讲100%，伊个原在要大天顶无，因为天顶真正侪人讲有诶做较无虾米好诶，今日做人讲明仔伊死若扑伊落地嘅，福建嘅灾来本是真正侪，有一个人讲，伊伫佚佗花园，了500个神女伫万华扑甲楼，拢总500个。出世伫无间地狱，伊看到哎呀，大伫天顶安尼水通啊落伫无间地狱，饲鱼安尼咧受苦伫刑罚，即个人讲看了着青惊，了伊个剩500个仙女，就甲了看了惊，随去找武大，了武大才讲经，即个500个仙女甲即个人讲谈一个罗汉，但面地狱砍了无谈出来，落来咱来问啊。真正有诶人捌问我，说完咯，你讲啊来出世做人，就是因为有做好。特别今日你看无做好，人直直坐，人直直坐，that means 人直直做好了，直直有大人直直做好，但你看做好直直坐，古时毋使讲青草巷，古时无人敢过。啊，几十年前是你每只老人看，人讲你所在我毋敢咯，遐边派平常讲有只有看到鬼啦，有虾米啦，他那你去看啦，无半项，等下人坐，要过咧青草巷的green lane本看好过咧，冇得敢停无呢。人数真正济，所以真正济人安问讲，若是讲来出世做人，安尼做好，但面他那人直直做好，有即众生直直做好，人直直济。你看他那坐甲300啊，毋是讲本来啊，全世界，古时讲正的所在，他那人杂300人数去甲安尼响，300有当时有诶所在无够食。你看Ethiopia、Africa 起远，真正来咯，你人看，伊人死咗一日死咗几千个，无通食，了联合国，了伊阮真正济人。听了去神啊，地啊，了火车来，飞机来，拢总来放物件要互人食。火车几十架，拢总是载鸟食。
อันนี้无半人要压一个物件要去好只甘榜的位，迄个鸟只在啲火车，伫烂，伫臭，相边在啲甘榜人伫枵，伫无通食，伫死。你看对伫倒落来，因为伊人真是保死无，你今日达人要倒浪伊，因为你无只福气食。好隆中大啲火车，规火车的物件，甲了倒去甲，烂臭未食，安尼无，伊讲无劳力甲外面要去载去只甘榜，来养土甲五路无因，所以隆中是点样讲？所以你打落来，人有主比，甲伊无福气通得哩嘛？这无福气通得哩嘛是伊人的因果，你人的主比就是你人发了这个原因，后过你人。是保险的物件，这个食落去，后过路人要出事，大行糟糕。但是伊人因为正事无做，伊人的结果无通接受这个鸟只人安打去的。所以咱来问伊安尼款的问题，我要叫你答应你，我唔敢答应。但是我要叫你人斗看、斗观看，看虾米？你来看。是啦，他那人数真正济，你人有看无？他那出的人无像个古早，古早我阿公，还是我阿祖的人，我阿公我阿祖的人，伊人真正清，做工也拄头也虾米了，清了大啲树桩骹，也一个摆长长，无那就个头章，伊个头章呢了大啲树桩骹，讲话笑。无看 TV， 无啉酒，无跳舞，无 night club， 无 supermarket， 伊人是老弱啥物，坐伫树桩骹，他那款的人，路人看，头一行路人站看，无惊好 ，no feel piety， 他那出了这款的人啊，我无讲路人甲了无一般有，他定你听看，较济无。第二项 ，no respect to elders， 无礼貌甲是大人。阿爸甲阿妈，还是阿姐甲阿哥，有的人叫阿哥问嘅，阿狗啊，了叫阿嫂呢，有时叫名，所以无 respect 无虾米。第二项，对，唔是讲跟兄弟啊，较悬嘅咱，还是阿爸母。对先生无，古时我人做囡仔买去消费，古时我做囡仔的时候，1927我7岁啊，看到先生本要想要帮晒呢，惊啥看到老虎呢？有时那是行伫街路，但是我人大伫门口啊，看到先生啊，走入那边厝逃避，so no respect 他那有的人啊叫 Mr. Lim come here， 古时无啦，我人叫 Sir。What do you want? No, sir. Sorry, sir. 要无情，他那人无情，我慢讲一人看，真正 root 是啥？啥？还没话等人就讲人本无咪掉啦，啥啦啥 root 啦，无礼貌就掉啦，polite 呀 stubborn， 嗰一项 stubborn， 爱。你人看囡仔细细还不爱啊！你叫买做，我要做咧；你叫买好，我要好。特别你人一过我教你，伊若要好，叫好较大声，伊随 stop。特别你人无用 psychology， 就 stubborn。第个落来虾米啊？一下拜地情心拜阳光。古时啊，你若是讲渐去暗了，牙香牙花，但人讲女安弟你真清心啦。他那人讲 ，this must be a Greco。Actually， 他那真正侪人讲我 Greco， 我无拍查。reckless 啥物啊？是啥讲无细字就对啦，虾米都讲就乱啦。reckless 啥讲无惊死就对啦。你人看他那街路，我咩？无怕插人伫过街路，还是老人伫行无听都无斗胆。伊叫 reckless，lawless 无 law，
and then 伊人阿咪 reckless lawless แล้วก็ที่เป็นก็講係咩 lawless greed hate and delusion 伊無理由會貪伊買嘅物件伊買就是買像我聽講我人有一個所在伊舉刀甲你剁落去你坐摩托車都剁落去了你拔刀落去你把你就飲看你地下有鐳無那是就是地下飲無半鐳迄個人唔是翹簡單咧互人剁無半行所以這個是叫做 lawless greed and 你愛你無理由你舉刀剁落去你無想講來剁落去叫所在伊嘛是死咯แล้วลูกก็เที่ยวในบ่ป้าหางแล้วบัดนี้น่าสิก็แม่นเรียกเดี๋ยวลูกสี่จอยแต่ยี่หางหลังไอ้แก่หลังไอ้บ่ร้อนก็โจจะเรียกโจ lawless greed โลกหลายก็เป็น lawless hate ก็กินลูกอ่ะอีสิอันเนี่ยกินลูก means อีกินลูกอ่ะอุสิลูกอังควาลูกนายขี้ที่ตลอดสอใจลูกนายสิบัดจิ้วบ่กินแล้วบัดจิ้วควาคัดสองเจละลูก想ว่าหามิ这里就是講你目睭無見去上着唔着人，所以要隨數，所以 lawless hate、lawless delusion 是無知，係個咩啊 ？shameless 不要見笑，他那人為人不要見笑，蝦米本卡做，人講哎呀見笑咯，蝦米見笑啦，無唔使驚啦 ，shameless 第個落嚟。伊無驚地，你解講因果，蝦米因果？我知蘋果，我知啦，因果蝦米我唔知啦。fearless 無咧，and 但係安尼款嘅人，你人看較濟，了有一種嘅人，伊想話，唔能夠管哦，家咁就做好啦。特別我要做好，上個事完我講艱苦啦，嗰條保險，嗰條小計，嗰條借錢，我要隨 shortcut 你看。shortcut 你人要聽咩？較短咯，較快咯。所以最難目睭直直看，這個就是 those people with a poor sense of good。伊徛在啊無壓解，伊想啥物啊？要做好就應該就做好，咱做人咪搞管就做好。但你看啦，大佬，就做好一個人向邊啲講啦，你入我人嘅教了，我人有捉頭殼，即捉頭殼落去了，正就是去天頂嘅。所以我這個咪講上濟，真正急啊，真正快哦。become a member 了就去談了，我真正咩啊？特別你去了啊，你死了嘅事啊，啊未死本都念你骨頭邊面啲天台邊啊，你好就是你講，我係女嘅，你講guarantee嘅，他那冇guarantee哦，即係攏總之來啲天台咯，你都未拖了，無點聲通拖了。他那一場，他那邊我俾答應這答案嘅問題。That question 講，蝦米數人直直借？and 你佛經不講，從來不知人，伊是叫 age of materialism， 人對這個略見，伊就巴利話是叫咖喱 yoga， 這咖喱 yoga 係點聲人笑嘅這個略見 ，chasing fleeting sense pleasure。這個略見啊，目睭要看水，鼻孔愛微芳，耳要聽好，嘴要食好食的物件，腳手要望爽的物件，心要想攏種好的物件。這個攏總是暫時，特別暫時無暫時，伊人笑袂這個。And if I see at anybody's expense， 你安怎樣，我袂就是袂啦。你去死本我無拍插，我袂就是袂。伊個伊家己，伊無拍插路人，所以今日來是看到人嘅某本咯，偷甲你講啊，行啊去個，我要去甲你賣，伊甲你討你賣，伊拍槍你個袂拖你，講拖你去，你個賣，伊來直直錯，and 伊人就是講啊。They chase after fleeting sense pleasures at anybody's expense。我無拍插，我無想甲你嘅苦啦，我袂就是袂啦。and 伊人嘅宗旨是想啥物 ？Life is short。做人是暫時幾年啊，你睇下未長，你咪長是講大長，該幾年你老了你未長了，所以伊人順來順去。
大80年，那是dalam80年咱算起来啊，啊是讲了60年啦，人会受60年，20年都啲困呀咋，28點鐘，剩16點鐘，所以40年都啲困，嗰40年都啲做工啲 office 就攤你，嗰剩20年嚟搶呀，你人算看嚟算點聲是差不多20年，所以人講哇，會受安尼啲啊，為蝦米辛苦啦 ，enjoy 啦。As much as you can， 唔通去想因果啦，買 all this vipaka， 買去想講別人安怎講啊，買去想安尼當 ，enjoy 頭先。你人看人，每隻物件伊做拼，談了你想伊跋啥啲啊？伊有乜做無？伊對嘅別項，所以這邊話。頭無累嘅是敗，天公我保庇好攤累啦，淡薄累啦，那無聽到因果分好，天公分大人無聽到啦，啊是伊分骨力啦，啊是伊無聽到亂做拍槍，啊是賣白粉，攤就累了，就攤就累了，你算一點啊，無啦，佢就是啊，天公我有啦，我有累淡薄了啦，特別你看大人有厝，我唔要厝，就厝有了，天公我個厝有啦，累有啦。我一個寶呢，大人我朋友4個寶，我買4個寶，4個寶有了，天公咧厝有啦，寶有啦，計會有啦，大行有啦，特別你看我朋友賺大多，我無賺大多，我賺比一個呢，無夠嘅，所司機訂單嚟，無討無擺天公單，所以啲咧你看，chasing one after another，賺到一行一個對個獎，賺到一行一個對個獎 ，and 你叫講。become 這點點，個咧 rising falling 這點點，伊講，嘿呀，安尼dull 是人講，我做啦點點失敗㗎呢，唔係啦，伊人就愛留住，伊人會越想越留住越好，你看啲記錄啲周圍你看，對不半咩，有時馬打對。伊個到底要吹馬打對啊！伊講酷克 thrilling 啊！你睇下啲個無留住啊！馬打對伊講 more thrill， 了掉了伊講無要緊掉了，想叫阿爸出嚟。所以你看講來講去無理由啊！伊無想講阿爸坎坷，白日伊本坎坷。所以你看伊人嘅思想無相。白日啊，即福建嘅再來本路講 society thinking change。這社會，大人嘅思想分變，安怎樣變？你看大人貪累啊，行直路貪累啊，是會高開高食，家庭高用，所以是種是啲嘅人。特別要想要大貪累嘅時，你就要敢做啊咩啊？走死啦！做下面物件越惡越可嘆，還是越你把你做落去了是要落地嘅。所以，那是你亂做，古時嘅人嚟講，是人啊，佢哋好，下面嘅人啊，下面鬼都敢做啊！你即係攤到你累做下面，特別攤下無人嫌啊，攤下你那是攤咗累啊，彎橋嘅累本來人講，哇！佢哋人夠攤累啊！然後那是講你大開，哇！伊個會曉開哦，你淡淡自己咁啲跳舞啉酒咁樣，哇！伊夠攤累，伊夠開，所以無人體險。故事安尼有人講，臭人啊，這是啲龍，啲行地極咯。睇下無人講安尼，睇下人，你那是亂做，แล้ว你個大攤累，嗰你去大開，人講，哇！這個人真正好咯。牛攤累個牛開，會曉，伊唔是講牛開累，係講真正牛，會曉開累啊，呀，真正達，he knows how to enjoy，伊人講。then 你看，伊份政府份幾年啊，好多伊啲亂跳亂來啊，政府份講話，哇，真正牛，政府方面達到份有，特別有嘅啲嘢有，我唔是講啊，所以你看。社會嘅頂勁思想直直變，或者家庭嘅思想分變，安尼蝦米事？囝在甲阿爸講，甲阿爸講，你人老人生我，你嘅責任是要飼我，安尼款嘅
理由，嗰啲即係英國กับ美國都人沒看，真正係安尼款嘅人了。You give birth to me, your duty to take care of me. Don't talk much. 所以即個款就是講思想直直變了。Then 把日過起來啊，因為社會啲家庭係咩啊？我係驚教會，媽仔要教會啊！今媽仔要教會，今日拍算變變啊！媽仔教會呢，我要話叫來要來啊，要掛教會好我驚了。因為蝦米事？大人想講啊，我要好我驚 a good start in life。即係要按照翻譯啲同人話，想講啊，可以人想拍地機，可以人把日做大人較好趁食，我係教會掛好伊去。可以人去好做人，好趁食，咁那是伊搞會趁食。所以因為大人安尼做，路本無做人潮路，所以白日啊，驚教會啊，掛教會人，驚教會掛教會人，lama阿爸甲嘛咩去食無甲去食嘛。因為蝦米事 ？Depending on the whims and fancies of 一個囝。暑假伊要飼路，伊若買飼路，你袂做半行，所以佛教嘅點聲，若是人教緊嘅宗旨，即個是不得講，從來是安尼樣了，直直去安尼樣，所以教安尼點聲，唔通去拖長命啦。佛教跪落天公，我冚咩做啲命啊？錯我去較快好。所以即個就是講，從來啊，人我只係聽他講即個事啥物啊，人會理解甲參拜買來安尼樣。看阿爸像啊，真啊，看阿爸甲阿媽真正無緣。福建嘅仔咧，佢講啊，話總之即個啊叫做 politics 政治。伊講啊，每來直直去啊，即個政治啊，直直來直直亂，每來即老嘅即個statesman 啊，即話術，即國家話術。人賣嘅了，人袂少年家，因為蝦米事袂少年家？人講即老嘅了，老國黨一屆咯，伊即個是即主婦啲官嘅主婦嘅了，攏總是老款嘅了。我人通阿要找少年家，伊講是教育冊講阿咩 dynamic 是，真正想真正有力，攏總變嘅了，真正好，攏總 youngsters 嘅了袂再新款 modern。即老嘅 old fashion ideas 伊人買，而佛教嘅點聲，即所以即個政治啊，做官做蝦米，攏總是佛經在來寫 upstairs，young upstairs。แล้ว我頭未曉講 upstairs 係咩，我去開你字典看，字典講啊 upstairs 是無飲無食嘅人，伊假講假做蝦米亂做亂講。and then 人看伊亂做亂講，人選伊做頭，就選伊做頭呢，伊路嘅了是亂嘅路。and then 伊在韓國嘅了嘅時，即老嘅伊讀出嘅了。and then 伊愛請一句，伊愛請較戇大嘅人。and 蝦米水要請戇大嘅人，所以即戇大嘅人未拍到伊。and 佛教嘅點聲，你人若是搞，你人無頭路通食；你人戇大有頭路通食。所以你看這世間一直來一直，因為伊人驚政府，即兩隻驚人拍政府，所以所請物件是戇呆呆。所以你聽這個物件真正嚇人，哎呀，安怎安尼了 ？Don't be surprised。他那我答應了人，去知啊，他那來出事真正濟，是大啲一堆馬路就起來。因為古時你再無要入 university 啊，伊講你就要安尼管嘅 standard， 你阿毛字就要真正管，了你要去到外國，你會使去研究會使蝦米？假如你去 university 啊，了你來是入去 university， 你叫去聯合國去 give us half an hour talk， 講未來。and 睇下有個人我聽講啊，讀咗4、5年啊，你叫佢 spelling 寫。伊名了，伊地址還是伊阿爸嘅名有咩？伊本寫未出，特別讀了4、5年，and then 讀即個有當時我人看，
伊人睇下有會出來啊 ，HSC 啊，就 especially 就華南 medium， 你叫佢講阿冇話，一個 sentence 唔講無 ，grammar 本無，解了無，了你來去我，是人講，安尼你是 HSC 嘅人啊 ，standard 真係嘅，所以睇下來出事做人 standard 嘅，因為後面就伊地擊直接摸過頭了，伊講放佢人起來淡薄啦。所以你睇到他咧出來是地擊 rejection 咗呀，但係佢就冇得咗 A 前內有啦，起啦，所以伊人睇下是他咩啊？伊人所做嘅物件，不打講啊，安尼使啊 behavior， 安尼使啊係咩？關係心，伊人大啲，即個考嘅所在，太古會記我頂禮拜啊，不打你經嘅裏邊要講啊。真正濟人 resilience upon resilience， 了我講未記，我本未曉這個 resilience 就濟，我去看咧字典 ，resilience means 這個節32個項是法國甲美國一樣用節甲32個項，咱若是講 England 節甲60個項，1000060 times， 安尼看咧，伊人大啲響邊唔是年啊。會燒啊！有時一會一個會燒無定咗1000年 ，and then 60會空會死啊！伊出事啲考嘅所在，這個地擊死啦，佢出事別個地擊，別個地擊死啦，佢出事別個地擊，安尼啲算，所以人大下面安尼久，300億形浪中掉，所以今日來出事做人，正意思飄出來是伊。地擊顯嘅了出來，所以地擊無人行後背無，地擊嘅人無講乖乖，坐叫你坐，行叫你行，攏總是 stubborn。地擊嘅人漸漸啲 thrill， 後面攏總嘅了這物件就是，今日嘅了攏總出來就是講，大啲這個考實在大真正久，所以人會顯就有這。特別有了安尼款嘅人，有一大啲地擊就攤出事啊！伊因為有好嘅因果，今日過來參着好嘅人，像伊也來參代表拜佛嘅人，所以伊叫做 associating with the fortunate or the wise， 伊有福氣來參着，無但只有嘅是伊無聽經，伊拖大部人來，特別那些大部人故事呢，惡嘅興趣，你漸漸去聽啥物經，無影啦，無影咪去，特別有時講久就聽一聲，好啦，我來聽。聽了感動就伊變，這個就是講這個人，伊有加減好嘅感覺要來拖伊去了，伊聽了有興趣，伊直聽，加聽會曉驚唔敢做，會曉驚唔敢做，伊要去啲後時伊咪落伊出來嘅所在，伊咪伊要去較好嘅所在，所以。嗰一句啊，這個是你啲細佬講會經真正明。伊講啊，你知無啊？即係人大啲考所在太久了啊，大甲變關係了變，想講婚禮啦是伊home伊厝，了伊人來出事做人啊，伊人大了無爽，伊關係大啲考，伊若是大啲這邊爽伊無爽，想鹹水壺，你一來係啲厝內會過諗，伊大了無爽。上個我聽下古捌講一條批評啊，你知無有個人啊，少年嘅時啊，漸搖肚頭，夾番薯箱，整番薯，了番薯頂去飼拄好嘅大攤位，了買來叫囝去讀冊對來，即係囝攏總有行後爸母，了阿爸較老了，阿媽較老了，囝個了八格，你出300。你出300，囝甲查某攏總8格，了扣2000塊。阿爸，我人買一條旅行單，互你去香港去佚佗。因這個人是關係搖肚頭嘅，嘛是早去做牛做馬，洗煮食，無通迄款嘅人啊！了你通啊，互伊阿爸阿媽，你去旅行去香港去佚佗者。叫咱挑是真正哇，伊人有效啦。特別叫你老人，你知人去到香港了，香港嘅上面去，無得咗去日本啦，日本了去食一頓老人去食，
啊，老人家讲，今日咱的囝佫真正好啊，互咱食，叫啦，叫这个菜好咧菜，这个菜好咧菜，他定算你就这58块。哎呀，老人家58块啊，我带你出3块钱食个卖。And then 你囝可以去拖2个月，一段2日你讲卖啦，我都等了啊，我卖啊，未堪啊，这个是虾米啊？伊关系生成每配乌豆，伊垃圾食了真正爽。了伊个食，伊个袂使讲了，就要穿过穿虾米，伊就要卡一个卡压起来，无听就苦了。哇，真爽！伊关系安尼，一个讲啊，袂晓好命，佫毋是开个蕊伊就听，这就是讲啊，大久之苦的所在。所以今日真正济人不是安尼，所以若是讲人剩着老人原谅我是照恭敬安尼哦，啊，老人唔当。去在他那啲落山，老人若是爬去山，老人看啦，较有血声了，像我诶血声，老人爬去山，睇顶落山诶时啊，你卡直直女要落呢啦，叫你 stop 啦，别 stop 啦，伊女啊直爱落，其他那诶人所以做诶物件，你看，若济人来听经，我听讲安尼是算济了，你看有诶位无爱听经，你听经了会感动着你心，因为。所以这不到讲，你听了，你把你才明白。所以今日啊，无虾米人爱听经，你去别位，无虾米听经，无虾米听经啥物啊？伊人谈那是 going down， 还是摆着，但我无时间，差不多互我一个手表好啊哈 ，OK， 我看到了，啊好，啊，所以这个啊，你看，达人直。所做的物件是希望讲要落地极，关系了，想要去好野人啊，买啦，一顿啦，现在食好要做虾米啊？58块老人食少啊，买，所以这个就是伊人是关系，不福建的再来讲啊，未了哦，可较惨要来哦，安怎样要惨要来啊？把这个。civilization 这个文明会直直失败，三败道理由拢总无 ，no reason， 行后无，道德这句话道德无人晓讲，连白日米无通食，糖无通食，牛油无通食。无人通，未晓知讲虾米是牛油诶，伊本盐本无 ，and 咖喱本无，所以食诶物件，人第一好诶物件是食啥物啊？一号诶，伊叫做一号诶seeds啊，我阿家是虾物啊？伊这巴黎话我未晓猜出，特别我阿家是啥人讲诶，叫乳、垃圾，你人唔知捌看无？我人贵港诶人捌。我人贵港的人，古时日本点声，我本来栽这垃圾，伊栽了去了一百个顶面，然后去揉了又上啊沙骨粒，然后去蒸了去还淡薄汤下面，然后去煎，做啥阿公安尼叮破啥食也破呢，特别好嚟巴，因为虾米事无正做人直直恶了啊，注意虾米较无了，注意虾米较无，这是山的物件伊会栽，所以大人栽这个物件。了直直去，直直来，直直乱，你 lawless greed 呢？无理由的贪，圣地上个直直咁都听，无听到这间厝爆炸，无听到那间厝爆炸，无听到对面爆炸，半晚桌顶，如虾米物件喷出，平常啊，他那都看一个，无听到看了来咯，把日直直个暗，万一这间厝，万一好间厝，这就是大家咯。然后虾米物件本喷出来啲嘅咯，或者火山爆炸 ，explosive heat dissolution，and then 到咧점聲嘅時，大波叫高潮，查某吞食，查某細驚了啊，落高潮，然後，and 查某呢爬流食頭路咁樣，and 伊人吞淚飼大波，所以大波就奇怪，成日睇下你看大波去吞淚，
然后又冇讲嘅话 ，shut up 啦！你讲嘅话我错嘅把你好路，所以他把你查某讲 you shut up 啦。and 佢走嘅点声，你讲我听，大概有8啲是查某请，and 请就请大波。อันนี้จะตาปอเองตอนที่ปังเก่งดูสายยังดูสายยังอันนี้ยาวไปที่ลูกควาจูหูลงจงแล้วโตเท่าเป้งอ่ะอันค่อยสิวติดเต้ศาสนาโบยจำเสียงหลังเนี่ยค่อยสิวสังเตแกสิก็จับเฮยแล้วก็ที่ขีติดโลสวาจินจำแม่บวยไหลสิแซกะซีก็เหลาจับเฮยนะอันรู้หลัง想講，嘿มัน啊你想看一隻狗仔你野對來，你人哋水做咩？你睇到嗰啲咪冇幾一兩年呀，狗冇了，你看啲狗剛嘅朋友本嚟吹了，安尼快啊！一兩歲人你要想怪聲了啊！就人會會受上個禽獸狗安尼，and 佛教嘅點佛經。車真一兵啊！佛教嘅點聲是真正亂，嗯，佛教嘅點聲人會想啲路行，伊若是人，伊想真一人，想要爆炸；伊若是笑，若是愛，伊未食未困，蝦米惡伊本敢做。嗯，佛教人上加禽獸，囝本為阿嬷，要困甲阿嬷。แล้วอามาโบจะจะอายเลยแก่ตาปอลังมันก็ไทยสิอันอุสิอามาโบปะลังแก่ฟันตุยอามาก็ไทยแก่所以佛教嘅點聲even 他那馬未起手ไทยแก่佛教嘅點聲馬ก็ไทยแก่แก่ก็ไทย馬อาป้าก็ไทยแก่แก่ก็ไทยอาป้าอาโกก็ไทยอาเล่ก็ไทยอาโก阿姊家太小妹家太阿姊，阿哥家太小妹家太阿哥，即不經吃真正明。佛教嘅點聲是 really 是禽獸嚟嘅，但係咧點聲本有嘅人談好嘅囝，即個好嘅囝去大陸來出事，啱伊做紅光伊火燒了要來出事，安尼大天頂安尼久伊要來出事是真好嘅囡仔。and 就要來做嘢嘛，佛教嘅點聲，若是講有查某，有即個有4號款嘅查某會談着安尼款嘅囝，佢經不得講真正明。Medawini啦，伊所做嘅物件，伊知應該做，無應該做，蝦米叫做道德，蝦米無應該，蝦米叫做無道德，蝦米叫做原因，蝦米叫做結果。伊知即個物件，所以即個是 Medawini， 就是講伊有知識嘅人。第2項，即個查某有了即個誤解，伊叫Silawati。Silawati 嘅查某，若是有了即個誤解，伊無亂做，伊逐個愛生嘅囝是即紅光落來出事。第3項，若是一個查某叫Sasudewa。Sasudewa 就是啥物啊？生一個查某，伊來教因咯，伊會曉笑，伊個鳥甲伊五官相甲伊笑，伊個阿嬷甲伊阿爸，了大波呢，伊會曉笑，伊個即個叫做丈母甲伊丈母甲丈人，相甲伊笑伊阿爸甲阿嬷，他那個人無相。故時我做囡仔嘅時啊，逐個查某囡仔驚鳥，若是要教因嘅時，我媽哋攞好無啊？有人講，嘿呀，赤白白啊，哎呀，你看啦，伊面烏，逐人驚，他那倒頭兵了，他那要教因嘅時，我是無好無啊？所以即個你看就好直直變，所以即個若是女人會曉有安尼樣，會曉笑來笑去。女人若是笑來笑去啊，白日這親家甲前母拄着，你查我真正好，咧這邊講，哇，你後生本真正好，親家甲前母本講咧哩哩囉囉，笑甲哩哩囉囉，所以你看家庭真正和諧。所以這是第3個，第4個，若是查某人
教完了，一翁一只，伊无乱来甲人，安尼款的查某，伊叫做巴蒂巴达，巴蒂巴达。若是有了这个四款的人，伊人达过爱趁来生的囝是把路翁公天顶落来出世，安尼无翁人，无讲乱来的人。所以我希望讲女人后过。若是讲毋通渐渐下愿讲，我要过来出世做人，因为这是主伫要失败。你若是搭袂好火车，你去坐着那个 good train， 去都真正歹命来出事的时，人伫乱做的时。特别若是乱做佛教的点声，你若是讲个原在伫在高咧，即个爱有知识，爱有戒，爱有俗来甲俗去。咱爱有一个叫做老实心，毋通讲乱做，大波毋通讲。我去到路去找 girlfriend 了，再扛下摩托车下发。我去到路，你去到路来咗咧话，哎呀 office 啊，12月啊，你唔知无用啊。去载你去 girlfriend 的厝，然后下咧破咗路摇咧，一通咧抓出来啊！你看啦，做未了我个暗暝个就来做，所以这个个了拢总是第步来个第步去。所以这个我希望路人一时一时快乐，一时一时直直去直直好，结尾起来，咱来跳出这个苦海，来大伫这个欲道轮回这三无世界，实在是真正苦的物件。所以到这边分就拄好一点钟。后礼拜我刷了四大金刚的天顶红光神明，让安全后人看，所以咱来回向啦。Itawatta camh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dewa Sabbe satta Sabbe buddha Anumodanto Sabbe sampati siddhya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ng hontu nyata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ng hontu nyatayo Sadhu, sadhu, sadhu